啟示錄第2章第18到第29節的注解。講章的作者 Hein Christian Timothy Hein Christian Priscilla。 講章發佈日期2014年3月17日。代表翻譯組武士書。編譯日期2019年11月12日。校訂日期2025年12月4日。推雅推喇，聖會容忍邪教。你要寫信給在推雅推喇教會的使者，說：神的兒子，那眼睛像火焰，兩腳像光銅的，這樣說：我知道你的行為，你的愛心、信心、服事和忍耐，也知道你後來所作的比先前的還要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容讓那自稱是先知的婦人耶洗別，教導和引誘我的眾僕人行淫亂，吃祭過偶像的食物。我曾給他時間，讓他悔改，他卻不肯為他的淫行悔改。看哪，我要把他拋在大患難的床上，那些跟他行淫亂的人，如果不為他的行為悔改，我也要把他們拋在大患難中。我必以死亡擊殺他的兒女。眾教會就都知道我是察驗人肺腑心腸的。我要照着你們的行為報應你們各人。至於你們其餘在推雅推喇的人，就是不跟從那教訓，不認識所謂撒但深奧的事的人，我告訴你們，我不會把別的重擔放在你們身上。不過，你們要持守已經得着的，直到我來。得勝的，又遵守我的旨意到底的，我必把統治列國的權柄賜給他。他必用鐵杖治理他們，好像打碎陶器一樣粉碎他們，好像我從父領受了權柄一樣。我還要把晨星賜給他。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有耳的就應當聽。在我們了解主耶穌基督給推雅推喇聖會的信的意義之前，我們需要記住異教和邪教兩個名詞的含義。異教是世界上的信仰和宗教的教導，信仰是對某人、某物的信念，宗教則是一種關於一個或多個神靈的信仰系統，並產生向一個或多個神靈的崇拜儀式，同時伴隨着管治那些信仰者的領導系統。邪教是在聖會中或以主名建立的宗教組織所傳授的教訓，但其內容與聖經完全相反。在啟示錄第2章12至17節中，我們已經了解了別迦摩聖會與兩種異教教義妥協，即一吃祭偶像之物，崇拜偶像和奸淫；二以異教組織祭司階級的方式建立一個統治主子民的階級。甚至今天，一些教會和教派中的領導階級仍穿着莊嚴的長袍，稱為禮服，模仿異教祭司階級禮服的形式。由主耶穌基督建立的聖會中，沒有提到使徒、長老或執事有任何種類的禮服。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將一起了解推雅推喇聖會容忍邪教的情況，也就是說，容忍以主的名義進行的教導，但這種教導的內容並不符合聖經的真理。第18節，你要寫信給在推雅推喇教會的使者，說：神的兒子，那眼睛像火焰，兩腳像光銅的，這樣說。推雅推喇，推雅推喇是古希臘城市，建於公元前3世紀，坐落在別迦摩和撒狄之間。推雅推喇位於西北，距離別迦摩約35公里；位於東南，距離撒狄約40公里。與哥羅西和老底嘉一樣，染色行業是推雅推喇市的重要產業。使徒行傳第16章第14節提到一個名叫呂底亞的婦人，她從推雅推喇市販賣紫色布匹。當她聽保羅傳講福音之後，就成為主的子民。最有可能的是，推雅推喇聖會的建立是因為呂底亞在接受福音後，將福音傳給推雅推喇市的人。如果是這樣，推雅推喇聖會的形成是由一位將主聖言真理帶到推雅推喇市的婦女所開創，但後來，這個聖會又受到另一位婦女及邪教的影響和沾染。
名詞推雅推喇在希臘語中的意思是勞碌的香味。這個名字的含義對應於推雅推喇聖會日益專心侍奉主的心志。神的兒子，那眼睛像火焰，兩腳像光銅的，這樣說，像當時所有希臘和羅馬城市一樣，推雅推喇中也有各種邪神的廟宇。推雅推喇最著名的廟宇是阿波羅的廟。根據希臘神話，邪神阿波羅是邪神宙斯的兒子，被希臘人崇拜為光與太陽之神。阿波羅的雕像裝飾有火花，其腿部由明亮的青銅鑄成。這或許就是為什麼主耶穌基督在信中提到他的神之子身份，以及他特徵性的眼目如火焰，腳像光明銅，以此對抗撒旦利用邪神阿波羅假冒神之子的詭計。在主耶穌基督給推雅推喇聖會的信開首中，主提醒聖會的子民要記住他的特性，全知眼目如火焰與嚴格審判，腳像光明銅。第19節，我知道你的行為，你的愛心、信心、服事和忍耐，也知道你後來所作的比先前的還要多。主明明知道推雅推喇聖會中所有子民的行為。他知道他們是出於愛而工作和服事，也知道這種愛是建立在對天主的信仰之上。他知道他們有耐心，以主的名義完成一切事務。他也知道，他們在服事的生活方式中並不感到勞累，但所做的事卻越來越多。推雅推喇聖會的子民在服事、信仰和耐心方面持續成長，以完成天主為他們預備的諸多善行。第20章，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容讓那自稱是先知的婦人耶洗別，教導和引誘我的眾僕人行淫亂，吃祭過偶像的食物。推雅推喇的聖會雖然熱心勤奮為主服務以及信仰和愛，但是他們允許一個女人在聖會教導了邪教，並引誘主的子民犯罪。耶洗別，這是否是推雅推喇聖會中一個女人的真名？我們不得而知。在推雅推喇聖會裏，實際上可能有一個叫耶洗別的婦人，但也可能主用耶洗別這個名字來稱呼在聖會裏傳授邪教的女人，因為她的行為與舊約中耶洗別皇后的作為相似。列王紀上第16章到第21章和列王紀下第9章記錄了耶洗別皇后的行動與死亡。她是西頓國王歇巴力的女兒，被以色列國王亞哈娶為皇后。名稱歇巴力的意思是巴力與她同在，名稱耶洗別的意思是巴力被尊崇。歇巴力國王最初是西頓邪神巴力的祭司。公元前約940年。他殺死提爾的國王菲勒斯並篡奪王位，統治西頓和提爾32年。西頓和提爾位於今日黎巴嫩境內。亞哈王本身是一個邪惡的人，耶洗別皇后崇拜巴力，並極度貪婪。他下令殺死神的所有先知，並培養了450位邪神巴力的先知和400位邪神亞斯他錄的先知。當神的先知以利亞殺死了850名巴力及亞斯他錄的先知時，耶洗別女王下令謀殺先知以利亞，使他在曠野奔跑40晝夜以躲避。當亞哈王想要拿伯美麗的葡萄園時，耶洗別皇后密謀利用以色列長老作偽證，誣告拿伯褻瀆天主和王，使拿伯被石頭打死，葡萄園落入亞哈王手中。神懲罰耶洗別皇后，使太監將他從城牆上扔下，遭馬踐踏而死，狗吃他的肉。耶洗別皇后屬於迦南7個民族之一，是那些崇拜邪神的民族，他們生活在罪惡之中。他將異教帶入以色列，並消滅了大部分神的先知。然而，推雅推喇聖會中那個稱為耶洗別的女人是聖會的一名成員，她甚至自稱先知。他的教導導致一些推雅推喇聖會的子民犯了奸淫罪，並吃了祭偶像之物。但與別迦摩聖會中那些主的子民相比，他們犯罪的意識不同。在別迦摩聖會與異教妥協，
這意味着那裏的主子民與異教徒有關係和活動，並與他們犯下同樣的罪行，但在推雅推納聖會中，則容忍耶洗別，讓他教導邪教。這意味着耶洗別以主的名義教導聖會的子民犯奸淫並吃祭偶像之物，而不認為這是罪過。在與異教妥協時，主的子民仍然意識到通姦和吃祭偶像之物是罪，但當教義允許通姦和吃祭偶像之物時，這些行為不再被視為罪惡，而變成聖會子民可以進行的事。在聖會中將異教教義變成邪教的一個典型例子是，天主教會允許信徒設立死者的祭壇，向死者獻花和熏香。大多數解經家同意，耶洗別在推雅推納聖會教導了主的子民一種聖經中找不到的教義。這種教義認為，主的子民可以加入異教徒的貿易協會，可以參加在邪神廟宇中舉行的買賣聚會，吃祭偶像之食物，甚至與邪神廟宇中的僧侶發生性關係，而不被視為犯罪，因為這些行為的目的在於在商場上取得成功，並獲得大量利潤，用於獻給聖會的事務。另一方面，有些解經家認為，耶洗別在聖會中教導了諾斯替教 （Gnosticism），又譯靈智派神之派。諾斯替教認為，物質世界是由邪惡的靈，即舊約中的神創造的，並且該邪神將人類束縛在物質的肉體中。主耶穌基督是高於舊約神的神靈，他向人類揭示了一位慈愛的神，與舊約的神不同。最初，諾斯替教認為人類需要得到深刻的屬靈理解才能得救，要達到對屬靈的深刻理解，就必須限制身體的需求。這類似佛教的滅欲哲學。諾斯替教的思想進入聖會後，建立了一個克己派。克己意味着克制肉體的需求，他們節制飲食，自我受苦，避免婚姻，希望通過此方法深刻理解屬靈知識。後來，一些克己派的人自認為已掌握屬靈領域的至深奧秘，認為只有屬靈才重要，救贖是為了屬靈。至於罪惡不潔淨的身體，則無需聖潔地生活，因此人類可以自由讓身體生活在罪惡之中，直至死亡，靈魂才得釋放。也許諾斯替教的教義正是主耶穌基督在第24節中所說的撒旦深奧之理。這裏需要注意的重要一點是，當世界上的任何哲學思想或信仰在聖會中被轉化為教義時，它就成為邪教。如今，聖會中充斥着邪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迷信習俗，例如每年在教會、非聖會的2次盛宴、聖誕節和復活節，被數十億自稱主的子民隨意組織。自稱是先知的婦人耶洗別，在聖會中，先知的事工是宣講主聖言的職務。主明確指出耶洗別婦女自稱為先知，因此我們知道她並非一位墮落的真正先知，而只是一個有勢力的人。她可能是推雅推納一家貿易協會的所有者，同時信主並生活在聖會中。她沒有按照主知道的真理過聖潔的生活，而是通過以主的名義煽動聖會子民犯罪，以維護其商業關係。為了使自己的言論被接受，他宣稱自己是主的先知，也就是說，他聲稱從天主那裏得到啟示或命令，宣講允許主的子民犯奸淫並吃祭偶像之物的教義。今天在以主名義的宗教組織中，仍有許多人聲稱自己是天主的先知，並煽動主的子民過與聖經相違背的生活，教導和引誘我的眾僕人行淫亂，吃祭過偶像的食物。在推雅推納聖會中允許耶洗別婦女宣講邪教，並為主的子民創造了犯罪的機會。有人認為我的僕人一詞是指在聖會中任職的人，例如牧者、長老或執事。但是在這封信的上下文中，我們可以理解主使用我的僕人一詞來指推雅推納聖會中所有的主子民，因為推雅推納聖會是一個勤奮熱心服侍的聖會，每個成員都是值得天主稱讚的僕人。
耶洗別婦女以主的名義敦促推雅推拿聖會的子民在建立商業關係時犯奸淫和吃祭偶像之物。他正是為主子民製造犯罪機會的人。引誘一詞可以這樣理解：他在邪神廟中組織進餐、聯歡會以及邪神祭司的性服務，也可以理解為他本人引誘聖會中主的子民與他犯奸淫。第22節使用的行淫一詞似乎證實了這一點。第21章，我曾給他時間，讓他悔改，他卻不肯為他的淫行悔改。儘管耶洗別婦女的罪惡很嚴重，但是主還是給他憐憫之恩，並叫他悔改。當主命令約翰寫信給推雅推拿的聖會時，耶洗別仍然沒有悔改，因此主就判了他和那些與他犯罪的人。第22節，看哪，我要把他拋在大患難的床上，那些跟他行淫亂的人，如果不為他的行為悔改，我也要把他們拋在大患難中。我要把他拋在大患難的床上，叫他病臥在床是一個成語，意思是被迎進疾病和痛苦的情景。臥病在床，這個病床上的疼痛形象與奸淫床上溫軟快樂的形象相反，這是耶洗別所受的刑罰。那些跟他行淫亂的人，我也要把他們拋在大患難中。這裏提到的大患難，包括推雅推拿聖會中犯罪者會受到的許多患難，是那些聽從耶洗別邪教的人所承受的。然而，對於那些在末世期犯下同樣罪的人來說，大患難將是末世的7年大災難。如今，主的聖會中有許多人自稱是主的子民，卻坦然生活在奸淫、偶像崇拜和吃祭偶像之物中。我聽過一位越南牧師這樣講：因為偶像是虛無的，所以主的子民可以吃祭偶像之物。如果不為他的行為悔改，儘管刑罰已經宣布，但主仍給了耶洗別和他的跟隨者最後一次機會。也就是說，當他們聽到要給推雅推拿聖會的信時，如果他們悔改，他們仍會如主在約翰一書第1章第9節中所應許的那樣得到寬恕並洗淨自己的罪過。我們若承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公義的，必定赦免我們的罪，潔淨我們脫離一切不義。主的憐憫和仁慈是何等深遠！今天，啟示錄第2和第3章，以及依靠主恩典所宣講的啟示錄第2和第3章注解講章，將被主用來為犯下與啟示錄所述罪相同的人提供最後的機會。我祈禱主的愛能融化聖會中罪人剛硬的心。可悲的是，他們嘗到了主的救贖恩典和福音的拯救能力。如果他們再次滅亡，他們的懲罰將比那些在不認識主而犯同樣罪的人更加痛苦。第23節，我必以死亡擊殺他的兒女。眾教會就都知道我是察驗人肺腑心腸的。我要照着你們的行為報應你們各人。我必以死亡擊殺他的兒女。一些解經家認為黨類一詞是指那些信從耶洗別邪教的人，但是我們也可以理解，這個詞指他的兒女是他通姦的結果，他自己將在床上受苦，而他的奸淫所生的兒女將遭遇死亡。眾教會就都知道我是察驗人肺腑心腸的。我要照着你們的行為報應你們各人。眾教會一詞指主的教會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地方。主的懲罰會臨到任何地方的聖會，或臨到聖會中沒有悔改的犯罪者，這都是聖會中主子民的共同教訓。通過此，聖會中的主子民將認識主是察驗每個人內在情感和力量的。漢語中的肺腑心臟一詞在希臘語中是心臟和腎臟，兩者都用來表達一個人的內心感情和力量。主通過我們所有的行為知道我們的意志和能力，他也必按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第24節，至於你們其餘在推雅推拉的人，就是不跟從那教訓，不認識所謂撒旦深奧的事的人，我告訴你們，我不會把別的重擔放在你們身上。
至於你們其餘在推雅推拉的人，這一句有含義，主是對推雅推拉聖會你沒有聽從耶洗別教義的人說的，就是不跟從那教訓，那些沒有聽說過，或者聽過但沒有接受耶洗別教義的人，不認識所謂撒旦深奧的事的人，尚未被邪靈引誘到邪教，並顯現來自撒旦的異象。在那些異象中，撒旦假裝是耶穌基督，並宣講聖經中沒有或與聖經相反的教導。只有當神的子民不願按主的道聖潔地生活，而只追隨神蹟奇事時，才會發生這種情況。邪教教導說，仍然活在罪中的人仍然可以充滿聖靈來施行神蹟奇事。當接受邪教之後，人們就會隨意生活在罪惡之中，並相信只要能夠有效地為主服務，他們就能做這些事情。他們素常所說，那些遵循耶洗別教導的人吹噓自己擁有深刻的屬靈知識，他們認為主直接對他們說話，或者通過異象向他們揭示聖經中從未啟示的神秘事物，但實際上，他們得到的只是來自鬼王撒旦。實際上，沒有任何深奧奇異的事是神想讓人類知道卻不被聖經啟示的。啟示錄第22章第18至19節讓我們明白這一點。我警告所有聽見這書上預言的人，如果有人在這些預言上加添甚腰，神必把寫在這書上的災難加在他身上。如果有人從這書上的預言刪減甚腰，神必從這書上所記的生命樹和聖城刪去他的分。主的聖言已經完全建立，沒有多餘也沒有不足。我個人認為，在千年王國期間，主的聖言將恢復到如同先知和使徒所寫的完全正確。我們將了解許多深刻的奇事，比今天所能理解的更多。所有不符合主聖言的教義都是邪教，所有不符合主聖言的異象都是來自魔鬼的。我不會把別的重擔放在你們身上，主應許不將別的擔子放在不聽從邪教的人身上。即使在神的應許中，也暗示着他的子民仍然有重擔，這曾被神稱為背着他的十字架。馬太福音第10章第38節，第16章第24節，馬可福音第8章第34節，路加福音第9章第23節，第14章第27節。主還呼籲他的子民負他的軛和擔子。馬太福音第11章第29、30節。這有助於我們理解，如果我們始終按照主的聖言生活，也就是說，用心靈和誠實敬拜並侍奉主，我們將不會多負任何其他擔子，除了主的軛和負擔。而且，主的軛和擔子是輕省的。馬太福音第11章第30節。典型事例，如果我們不遵循關於聖誕節和復活節的異教，那麼我們就可以避免在這兩個假期中浪費購物的負擔。第25節，不過，你們要持守已經得着的，直到我來。你們要持守已經得着的，直到我來。主的子民要堅定勤奮，熱心地以他們擁有的心靈和誠實敬拜主，直到主來臨。至於推雅推喇聖會中的主子民，他們已經過世，屍體歸於塵土，但是主會以不同的方式嚟到每個人面前，只要靈魂離開肉體就立即與他同在天堂。對於這個時代的我們來說，主可以隨時來改變我們的身體，並將我們與他一同帶入天堂。對於大災難時期的主子民，那些因信仰而死的人，在靈魂離開肉體的那一刻，主就會嚟到他們那裏。那些活到大災難時期結束之前的人，將會親眼目睹主耶穌在地上的重歸。對每個人來說，重要的是要按照神的道保持聖潔的生活方式，直到他親自嚟到自己面前。第26節，得勝的，又遵守我的旨意到底的，我必把統治列國的權柄賜給他。得勝的，與啟示錄第2章第7節、第2章第11節、第2章第17節相同，
勝利者是堅持對主的信仰，按照主的道生活的人，也就是說，信靠主耶穌基督的救恩並遵守神的誡命，又遵守我的旨意到底的。這裏提到的命令是，主的子民必須彼此相愛，並一起向所有人民宣講主的福音，使所有人民成為主的門徒，直到離開這生命為止。我必把統治列國的權柄賜給他。根據文默，在希臘原語中，權柄一詞是指一個國家政府的統治權。我們注意到以複數形式使用的列國一詞，這意味着主的聖會將與主一同統治，像一個全球政府的內閣。舊約聖徒和大災難時期的聖徒也將與主在千年王國中統治，但他們可能會管理每個地方、每個國家。只有屬於主的聖會的人將與主一同統治所有國家。第27節，他必用鐵杖治理他們，好像打碎陶器一樣粉碎他們，好像我從父領受了權柄一樣。好像我從父領受了權柄一樣，像他從天父領受的權柄一樣。主的聖會將從主耶穌基督領受權柄，他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他必用鐵杖治理他們，有含義是嚴格地統治，也就是說，在主的王國中，主的律法將被徹底執行，主的道確認，在千年王國中，因為認識耶和華的知識要充滿大地，好像海水覆蓋海洋一般。以賽亞書第11章第9節。如果對天主有充分的認識並且仍然犯罪，那麼主的律法將是嚴厲的。用鐵杖統治的形象是借用詩篇第2章第9節的意思。你必用鐵杖擊打他們，好像打碎陶器一樣粉碎他們。好像打碎陶器一樣粉碎他們。在主的王國中，違反神誡命的人將受到主律法的嚴懲，他們將在主的懲罰中被粉碎。這是滅亡的形象。一個破碎的瓦器就不再有用。第28節，我還要把晨星賜給他。晨星，在啟示錄第22章第16節中，主自稱為明亮的晨星。差遣了我的使者，為眾教會向你們證明這些事的，就是我耶穌。我是大衛的根，又是他的後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因此，給予晨星與給予隱藏的嗎哪相同，其含義與給予他自己相同。從字面上看，晨星是金星，金星被稱為啟明星，又被稱為長庚星。太陽剛落山時，金星是第一個出現的行星，因而被稱為長庚星。當金星出現在相反一側，在太陽出現前幾個小時，金星就在太陽前行走，就被稱為啟明星。金星的亮度非常強，僅次於月亮。除了晨星的意思是主本人外，我們還可以理解，有一天，金星相當於地球的尺寸，被認為是地球的雙胞胎姐妹，將成為在聖會中主的子民的產業。在永恆的王國中，耶路撒冷城將從天上降臨，而天主和主耶穌基督將在城中顯現，與地上所有民族同在。但是，也許金星會成為一個樂園，只給予主的聖會。第29節，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有耳的就應當聽。第4次，天主的話呼召主的子民要聽從三位一體的天主對聖會所說的話。主耶穌基督給推雅推納聖會的信的內容，不只是針對當時在推雅推納的主子民，而是在整個聖會時期、大災難時期，甚至在千年王國時期，都是天主對每個子民所說的話。